咁大家咧睇下呢個圖先，我哋會見到咧，由2017年起啦，去到2024年啦，65歲嘅長者咧，由本來嘅8分，去到而家咧得返6.79分，咁真係上升咗定下降咗啊？下降咗喎，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原來咧好多嘅人咧，都喺近年啦，都會覺得個開心指數係下降咗嘅趨勢啦。而且咧睇翻呢個全球幸福感嘅排名，香港去到第90位啊嚇，可以話係歷年最低啦。而第1、2、3位咧就係芬蘭、冰島同埋丹麥㗎嚇。係啦，咁我又想問下我哋在座嘅老友記啦，覺得自己咧呢2個禮拜係都開心嘅時間居多嘅，舉個手嚟睇下。太好啦！我都見到好多手仔喎，好麻煩放低先，唔該晒你哋。係啦，咁咧我哋好多時話開心啦、快樂啦，有一啲唔同嘅因素影響啦。咁喺個圖裏面我哋會見到啦，咁啊包括咗家庭、經濟、健康、生活、人際關係、睡眠，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會影響到我哋可唔可以獲得快樂嘅一啲因素嚟嘅喎。咁咧決定快樂嘅因素啦，咁呢個大家見到啦。一個人開唔開心、快唔快樂咧，有50%咧佢就話係由個基因去決定嘅，10%咧就係因為你個境遇而決定啦，而有40%個百分比咧係可以透過一啲行為諗法。去到咧，令到我哋增進快樂嘅呢個情緒嘅。咁至於個人可以控制嘅範圍，就包括咗我哋諗嘢嘅模式啦、正面與否啦，係啦，對一啲事情嘅理解啦、應對一啲問題嘅能力咁樣啦嚇。係啦，例如我哋好多時咧都會聽到有啲老友記話。我而家咧年紀大啦，老咗啦，啲反應能力慢咗好多，死啦，我冇鬼用啦！有冇成日聽到身邊有啲老友記講呢啲句子啊？阿姑娘成日都聽到大家咁講嘅喎，我又嚇。但係其實我哋換一個角度去諗，係啦，每個人一定有自己嘅好同唔好嘅地方啦，10隻手指都有長短啦，係咪啊？雖然可能係慢啲，但係慢工啊出咩啊？慢工出細貨啊嘛，係咪啊？可能你做嘅嘢就係勝在夠細心、夠準確咧，係咪啊？咁所以有時負面啲咁諗，好似反應能力慢咗；正面啲咁諗，慢工先出到細貨，冇咁容易錯啦嚇。所以咧，我哋諗嘢嘅時候咧，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咧，都多諗一諗啦。例如睇呢一張圖啦，我想問下，你見到幾多條木條？3條咦，我聽到咧好多嘅答案，有人話3條，有人話4條。我哋咧如果企喺呢位女士嘅角度去睇，1、2、3、4就有4條。但當我企喺男士嘅角度去睇，1、2、3就有3條。係啦，所以咧就咁證明到，原來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咧，睇到嘅嘢係會唔同啊嚇。又再嚟望下啦。我想問下大家見到啲乜？一個男一個女，有啲老人家喺度。裏邊有2個叉。裏邊有2個叉，裏邊有2個外籍人士。咁咧，我哋如果整體啲咁樣去睇，就會見到有個伯伯嘅頭啦，呢邊係一個阿婆婆嘅頭啦。如果咧再細啲咁即係咁樣睇咧，就會見到，咦，有2個人，有個人仲拎住個吉他喺度彈緊琴咁樣喎嚇。好，再嚟，我想問下大家見到咩動物啊？兔仔、鴨仔、雀仔，聽到好多嘅答案。嚟，我哋一齊望下。如果你當呢一個係一個鴨嘴嘅話，佢就係一隻鴨仔；你當呢一個係一個耳仔嘅話，佢係咩啊？兔仔。佢就會變成咗兔仔㗎咯喎嚇。唔同角度睇咧，個圖片就會唔同㗎喎。再嚟考下大家，呢張圖你見到邊2種動物？田雞。好，大家咧一齊將個頭90度咁過去望下。90度。見到啲咩啊？冇錯啦。嗱，如果你按而家咁睇咧，見到隻青蛙田雞啦，轉咗90度，原來係一隻馬嚟㗎喎，係啦，所以我哋就見到唔同角度去睇，唔同角度去思考咧，睇到嘅結
果咧原來都好唔同㗎。好，如果姑娘而家擺半杯水出嚟啦，你會點睇咧？有半杯水。咦，都仲有半杯水啊？係咪啊？係啦，咁我哋又可以睇到，通常咧會分兩個派別嘅。樂觀嘅人咧就會着重咗，我仲有半杯水啊，都仲可以濕下個口唇啦，解唔到渴都沾下個嘴唇啊嘛。係啦，悲觀啲嘅人睇就係，得嗰半杯點搞啊？解唔到渴喎，掂下個嘴唇搞唔掂噶喎，係啦。咁就所以咧，大家可能注視嘅位咧就會有多多少少有啲唔同啦。咁咧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咁原來咧快樂係有7個步驟嘅喎，睇下我哋可唔可以逐一咧去嘗試實行下啦。好，第一個步驟啦，感謝同讚美啦，係啦，多啲諗下咧，每日咧發生咗開心或者感恩嘅事情啦，係啦，或者咧我哋好多時幫人開咗個門，做咗一件事，我哋好多時會同人講咩啊？唔該啦，多謝啦，係啦，咁對於嗰個做咗呢件事嘅人聽到呢句説話咧，都會覺得係窩心嘅，都會係開心啦。而第二，健康樂悠悠啦，我知道我哋順利嘅老友記咧，都好注重健康呢一樣嘢。我想問下大家點樣維持你哋嘅健康㗎？開心啲，個人就會好啲。個人開心啲就會健康啲，仲要點樣做先可以健康㗎？做下運動咯。多做運動，好似呢度咧有部分我日日朝頭早咧都過嚟做運動啊，日日咧都過嚟拉筋，係運動係一個方法嚟嘅，但原來咧瞓得好都好重要㗎嚇，你瞓得唔好，精神唔好，連運動你都唔想做㗎喎嚇。另外啦，食嘢都好緊要，係啦，睇你食咗啲乜嘢啦，係咪飲食均衡啦，多啲食新鮮嘅蔬果啦，都係對我哋嘅健康咧係有一個好處嘅。而最後一樣嘢咧，相信咧比較少啲啦，定期做 body check， 定期做身體檢查，呢度有冇人定期有做㗎？有一部分啊，或者1年做一次都好，係啦，即係得閒咧，其實就要做下呢啲咁樣嘅身體檢查啦。係啦，我哋咧就係叫做知道自己個身體發生咗啲咩事，咁你先可以做到後續，你究竟要點樣處理㗎嘛嚇？好，第3個步驟咧就敬業熬業啦，就培養一啲個人嘅興趣啦。嚟得我哋中心嘅老友記咧，多多少少都係有自己嘅興趣愛好㗎啦。有啲人話，逢親中心有運動咧，我就一定參加啦，最中意參加運動班嘅。有啲老友記咧，好仔細嘅，中意做下手工藝，攞個作品翻屋企嘅，係啦。咁大家咧可以培養一下自己中意啲乜嘢，就多啲去參加啦。參加下一啲群體嘅活動，亦都可以多啲同人去接觸啊，傾下偈啊，咁都係令到自己獲得快樂嘅一啲方法啦。第4個方法咧就係多啲講正面嘅説話，係啦。當你咧個人咧多啲講正面嘅嘢嘅時候，你腦海就多啲正面嘅嘢。當你咧成日諗住啲唔開心嘅嘢咧，其實反而咧都會令到自己嗰個負面嘅情緒咧更加多嘅。好，第5啦，我想問下有冇人聽過呢句説話？助人為快樂之本啊，點解咁講呢？因為好多時你要點樣先可以幫到人啊？就係自己能夠處理到，跟住你將多餘嘅力量咧可以貢獻俾人去幫助到人啦，所以咧都可以喺呢一個過程裏面獲得快樂啦。所以我呢度在座咧，我知道好多位咧都係義工朋友咯，我相信大家咧都係因為做住一啲義工嘅服務啦，佢有一啲得着啦，令到自己都係覺得開心啊，所以繼續去參與啦。另外咧就係講緊寬恕別人，放過自己啦，係啦，唔好沉醉喺一啲唔開心嘅事情上面啦。好，最後咧就係天倫情話啦，大家回憶一下。有幾耐咧冇同過身邊嘅朋友，或身邊嘅愛女啦，自己嘅仔女講過我愛你啊，多謝啊呢啲啊，係咪可能諗下，都好骨痹啊，係啊，喺華人社會，哇無端同你講聲喂我愛你啊，哇真係咧聽完都毛管戙起雞皮啊，可能大家係咪啊？係啊，突然間有啲話唔係啊，真係唔得，你好骨痹啊，係啊，咁當然啦，可能多謝啊、唔該啊呢啲咧，我哋會容易啲講出口啦。當然又唔一定咧要用言語就咁講我愛你嘅，例如有一日你嘅伴侶咧買咗紮玫瑰花翻嚟送俾你，
咁其實都係一啲用行動咧去話俾你聽個愛意啦，係啦，其實簡單啲嚟講咧，都係講緊多啲向你嘅身邊嘅人去表達你自己嘅諗法啦，自己嘅愛意啦，享受同屋企人一齊共聚嘅一啲時光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咧，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容易獲取快樂嘅。所以姑娘咧都肯要祝願大家啦，每日咧都可以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做個開心快樂人啊嚇！好，跟住接住落嚟咧就講下呢個 SQS16，講下咧呢個安全環境同惡劣天氣指引啦。先考下大家先，黃色暴雨中心開唔開？開。紅色暴雨，sorry，就係紅色暴雨中心開唔開？我聽到有兩個啦，紅色暴雨開。8號風球中心開唔開？8號風球就唔開啦，你嚟到咧都可能淨係見到個鐵閘啦，係啦。咁咧原來咧黃色暴雨或者1號風球咧，嗱中心照開嘅。中心裡面嘅一啲活動會照樣運作啦，而一啲外出嘅活動咧就可能要睇翻個天氣同埋嗰個負責同事嘅安排啦。當去到紅色暴雨或者3號風球咯喎，中心照樣開放，但係室內嘅活動咧都會睇翻職員去決定翻究竟繼唔繼續進行啦。而如果係一啲室外嘅活動，例如可能你係海濱行啊、行山啊或者旅行咁，喺活動舉行之前2個鐘咧，如果仍然係紅雨或者3號風球咧，個活動基本上都係會取消嘅。當去到黑色暴雨、8號風球、9號、10號唔使講啦，中心咧一定係暫停服務，咁所有嘅活動咧都係需要改期或者取消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得閒咧就留意住呢啲咁樣嘅天氣信號啦，係啦，咁啊知道我哋中心咧究竟有冇開費事摸門釘啦嚇。係啦，咁提下大家，通常咧喺活動舉行前2個鐘頭，如果咧活動舉行前2個鐘，而又有一啲熱帶氣旋或者暴雨警告生效咧，咁嗰啲活動就有機會取消或者延期啦。係啦，如果你8號風球或以上或者黑色暴雨啦，喺下晝2點半之後嘅時間取消，中心就唔開放。咁我問下啦，8號風球3點鐘取消，中心開唔開？唔開。8號風球1點半取消，中心開唔開？開啊嚇！嗱，留意啦，係2點半之後落波，中心先唔開。佢無論係2點3定2點5都好，落波中心咧都係會開嘅，係啦，咁就留意翻呢啲咁樣嘅消息啦，費事咧到時過嚟咧摸門釘啦嚇。係啦，當然啦，以上所講嘅都係一般嘅情況啦，係啦，好多時咧大家都要考慮下個天氣狀況啦，例如天文台話黃色暴雨啫，但係順利村水浸晒，落狗屎咁落啊，係啦，咁呢個時候唔得啊，中心啲活動開啊，我涉水行過嚟好唔好啊？唔好啊，咁啊要留意住啲天氣狀況同埋自身嘅狀況啦。特別有啲老嘅話，喂，我腳仔都唔係幾好喎，一落紅雨咧，我好容易跣腳嘅喎，係啦，咁可能就留意翻個狀況，睇下究竟嚟唔嚟中心啦。當然，盡量啦，我哋所有嘅活動，若果真係遇到一啲突發狀況啦，我哋都會盡量安排咧改期為主嚇。如果真係咁不幸要取消咯喎，放心，咁中心咧都會將大家交費嘅內容咧退翻俾大家嘅，係啦。好，咁再嚟啦，做一啲中心嘅宣佈啦嚇。呢度我唔知有冇新會員啦，但係提翻大家，每個會員最多報幾多個活動啊？6個活動係啦。咁當然啦，其他嘅活動，例如你後面護老者嘅、認知障礙嘅，還是一啲義工活動咧，登記嘅數目係不限嘅，就唔喺呢6個活動入面咯喎。提下大家，咁咧今次咧我哋點心紙嘅截止日期係7月3號嘅禮拜5下晝5點，係啦，嗰陣時就截咗紙㗎啦。你7月4號禮拜6嚟交個報名紙俾我得唔得啊？唔得㗎啦嚇，就過咗期㗎啦嚇。今個禮拜5嘅下晝5點就要交過嚟㗎啦。
咁咧提下大家，下個禮拜三7月8號嘅星期三，咁咧大家可以喺 WhatsApp 嘅頻道入面，又或者咧直接嚟翻我哋中心嘅壁報版睇翻自己有冇中籤啦。如果你中籤嘅活動係需要交費用嘅，咁就照交翻費用啦。但若果發現有啲活動中咗籤，但係又撞咗覆診日期喎，係啦，咁嚟唔到咯喎，咁請記得咧盡早通知翻我哋嘅同事，咁我哋就安排由替補嘅老友嘅候補上去，費事咧浪費咗個 quota 咁樣啦。好，再嚟咧，我哋講下獎評嘅報告啊嚇。獎評嘅成員咧，近年一直都關注住呢一個社區藥房政策嘅發展啦。據了解，政府資助嘅社區藥房咧，將會喺2026年度嘅第4季分階段推出嘅。咁首個階段咧就會涵蓋咗東區、油尖旺、沙田同埋元朗4個區嘅，而每個區咧係會有4至5間藥房，期望咧作為基層醫療系統嘅重要一環啦，可以提升到大眾對自我管理健康嘅能力嘅。而為咗更加深入了解我哋社區裏面嘅長者究竟平時食藥嘅狀況係點樣嘅呢？睇下大家咧對政府資助嘅社區藥房服務咧有啲咩需求同期望。咁大家見到你嘅通訊入面咧，應該係夾住咗一張問卷調查，一個有關於長者對社區藥房嘅服務需求及期望嘅一個問卷調查啦。大家咧可以幫手填一填，咁啊進一步咧去收集大家嘅意見㗎。又或者咧，大家可以直接用個手機掃一掃咧隔離呢一個 QR code， 係啦，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咧去填寫問卷啊嚇，咁都可以嘅。好，再嚟啦，講下獎評嘅報告先。如果大家咧想一齊探討了解改善長者嘅政策啦，歡迎大家咧按翻通訊。咁咧可以出席翻獎評嘅月會啦，或者聯絡我哋嘅中心主任係邊個啊？翁生。係啦，聯絡阿翁生咧去作出查詢都係可以嘅。好，接住落嚟啦，我哋開始咧講下啲會員活動啦。等我飲個水先。係啦，由第一個活動去到第22個活動咧，大家最多係可以揀6個。係啦，咁第一個活動咧係消防處麒麟家訪計劃，咁個日期就會喺7月6號、7號、8號，時間咧會喺下晝嘅2點半去到3點半嘅。咁咧大家咧喺嗰個點心紙度咧揀翻自己可以出席嘅日期就可以㗎啦。咁個內容方面啦，就會接受翻我哋中心嘅義工啦，同埋消防員嘅上門探訪嘅。講解翻啦，同埋送翻咧防火3寶俾大家，提高翻咧大家嘅防火安全意識啦。有冇人知防火3寶係邊3寶啊？嗱，你講緊嗰3寶咧，鎖匙毛巾咧係走火警嘅時候咧一定要拎嘅嘢。防火3寶咧就包括咗你見咗圖片上面嘅呢支滅火器、防火氈。同埋裝嗰個煙霧感應，係啦，煙霧感應，咁就係呢3樣嘢，消防員哥哥咧係會送翻俾大家㗎嚇。第二個活動啊，係明智生活長者家居優化服務計劃講座，就喺下個禮拜一7月6號，時間喺下晝2點半去到3點半嘅。因為呢個活動係7月6號舉行啦，所以徐姑娘我咧會喺7月6號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俾成功報名嘅會員。係啦，就咁睇呢個講座咧，可能話乜鬼講座嚟㗎？睇唔明喎。冇錯，呢個講座其實會講乜咧？咁包括咗一啲家居評估同埋一啲家居優化。咁呢個計劃咧，佢係可以免費幫你咧做到屋企加裝扶手，或者咧做一啲地面防滑嘅嘢嘅。係啦，當中亦都有包括咗，如果你屋企需要一啲整理啦、空間規劃啦，咁其實咧都係可以過嚟聽一聽呢個講座嘅。喺講座完咗之後，即場咧係可以同對方咧報名翻參加呢個家居優化計劃，就係我頭先講可以免費裝扶手啦、免費做地面防滑啦等等嘅內容嘅。所以如果有興趣做一啲家居維修啊、家居優化嘅內容咧，歡迎大家報名參加啦，係啦。好，第3個計劃啦，老有所為計劃嘅超分 dance 簡介會。咁就喺7月10號嘅禮拜5或者7月16號禮拜4，
咁咧時間就係3點至4點嘅，咁啊留意翻啦，兩個日期咧只可以揀其中一節。咁內容咧就會一齊了解下老有所為計劃嘅超分 dance 嘅一個活動內容啦，同埋咧會學習一下一啲香薰按摩嘅技巧嘅。好，第4個活動啦，係一個花海小夜燈活動啊！大家可以睇到咧右上角呢個圖畫啦，咁就係咧阿梁姑娘咧會今次揀咗嘅一個手工藝啦，整一個花海小夜燈啦，就喺7月13號嘅禮拜一下晝3點9去到5點鐘，咁就會由我哋中心嘅義工啦去教翻大家咧呢一個燈串珠嘅技巧，咁啊製作翻一個咧好浪漫氛圍嘅花海小夜燈。咁個活動費用材料費咧就係20蚊嘅。好，再嚟第5個活動，懷舊金曲手語班就會喺7月14號同埋7月21號嘅禮拜2下晝2點3去到3點3嘅。呢個活動嘅歌曲咧主要係80年代嘅流行曲啦。完成咗課堂之後咧，係需要參加8月1號禮拜6喺藍田啟田商場咧會舉行一個手語歌嘅表演嘅。但係放心，導師咧會提供翻影片咧俾我哋嘅參加者咧，翻到屋企咧都依然可以繼續練習嘅。而8月1號當日咧，亦都會有一啲攤位活動啦，大家可以喺表演之後可能想參加攤位活動嘅就留喺現場玩啦，唔想參加攤位活動嘅話，咁表演之後離開咧，亦都係可以嘅。好，第6個係一個機電安全教育講座，就喺7月16號嘅禮拜4朝頭早9點半去到10點半嘅。咁活動就會介紹翻有關於機電工程處日常嘅職務啦，講解下使用升降機、自動梯同埋一啲機動遊戲機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嘅注意事項啦，同埋會進行翻一啲有獎問答嘅遊戲嘅。第7個活動啦，就係一個簡約開心生日會，喺7月18號禮拜6嘅下晝3點去到4點嘅。活動收費係15蚊，咁就會為7月至9月生日嘅會員啦，喺中心咧去慶祝翻生日嘅，一齊玩下遊戲，食下茶點。好，第8個活動啦，咁就係芬蘭木柱啊嚇，咁就會喺7月21號禮拜2下晝3點半去到4點半，咁就會由我哋嘅義工朋友啦帶領大家進行芬蘭木柱嘅投擲運動，一齊咧做一啲簡易嘅運動，互相合作同埋鼓勵啦。第9個活動係吹水籃，就喺7月22號禮拜3下晝2點半去到4點嘅，咁就俾我哋中心嘅男士啦有個機會可以聚埋一齊傾下一啲時事新聞同埋議題啦。好，第10個活動係中心迎新日，喺7月24號禮拜5下午2點半去到3點半嘅，歡迎咧喺2026年加入嘅新會員啦，一齊嚟中心咧認識下中心嘅環境同埋一啲新嘅資訊啦。第11個活動係蝶古巴特麻布袋，就喺8月3號禮拜1上晝10點去到11點半，費用係20蚊嘅。就會由中心嘅義工啦教授翻呢個蝶古巴特嘅拼貼技巧啦，製作翻一個獨一無二嘅蝶古巴特麻布袋。好，咁再嚟咧就係講下呢個順利人生健康計劃啦。第12個活動叫做心肺動起來，咁就喺7月9號嘅禮拜4下晝2點3去到3點3嘅，咁大家咧就可以一齊參與一個中高強度嘅一個運動啦，訓練翻大家嘅心肺功能，咁就係啦，所有會員都可以參加嘅。第13個活動咧就係齊齊打羽毛球啊，就喺7月14號禮拜2朝頭早9點去到11點，咁咧就會喺我哋禮堂嘅位置咧去打羽毛球。咁大家咧記得着翻運動嘅服飾啊、波鞋嗰啲啦，自己咧帶定完呢一個水啦，同埋衡量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咧係咪合適去參與呢個活動嘅。第14個活動咧係輕鬆超慢跑嘅印度篇，咁咧就會喺7月14號禮拜2下晝3點半去到4點半，咁就會喺中心啦，以慢跑嘅方式飽覽咧印度嘅景色嘅，咁就訓練翻大家嘅心肺功能。好，第15個活動就係身體測量資訊站，咁就會有2班嘅 A 班咧會喺7月14號。B 班咧係會喺7月21號嘅禮拜2，咁就會喺2點半至3點9期間啦，就會分時間段去進行嘅。
咁活動就會由我哋嘅創建員啦，同埋工作員同大家用 InBody 咧去測量翻你嘅身體基本狀況。咁大家留意翻啦，大家只可以揀 A 班或 B 班咧其中一節嘅啫，就唔可以兩班都剔晒嘅。第16個活動就係身心放鬆園藝工作坊，就喺7月16號嘅禮拜4上晝10點半去到12點嘅，咁就會親手去製作一個植物玻璃球，幫屋企咧去增添一啲治癒自然嘅氣息，有助於咧心理嘅健康。第17個活動咧叫做舞動健身心，咁就係7月21號嘅禮拜2上晝9點半去到10點半啦。咁會有我哋嘅義工朋友帶領大家咧跳一啲簡單嘅舞步，輕鬆健身心啦。第18個活動係有形資訊分享站，就喺7月21號嘅禮拜2。A 班咧係喺10點9去到11點9，B 班咧係12點去到1點鐘嘅。咁留意翻啦 ，A 同埋 B 咧只能夠揀其中一個嘅啫。活動內容咧會睇翻一啲有關於肌少症嘅飲食片段啦，咁同埋幫大家咧學習一啲有關於營養嘅知識嘅。好，第19係夏日打水戰，就會喺7月22號禮拜3朝頭早11點去到12點嘅。留意翻啦，打水戰呢個活動咧係會濕身嘅，亦都會有一啲跑跳嘅動作啦，需要大家合作一齊玩嘅。咁所以咧，大家記得如果參加呢個活動咧，係要帶備一個毛巾去抹身。如果有需要咧，可能帶備嘅一啲可以更換嘅衣物咧，就更加好啦。好，第20個活動啊，就係北歐健步行嘅體驗班，就會喺7月27號嘅禮拜1。朝頭早10點去到11點半嘅，咁呢個活動係同 Social X 合辦啦，學習翻啲北歐健步行嘅基礎知識，同埋會有一啲實地嘅體驗嘅。好，再嚟啦，呢一個咧係一個特別活動咧，係叫做暑期願能為你心類營湯一湯，咁咧就喺7月27號禮拜1下晝2點半去到3點半，費用係15蚊嘅。留意翻啦，呢個活動咧淨係提供俾5月、6月報唔到呢一個湯一湯嘅會員報名嘅嚇，係5月、6月參加唔到湯一湯嘅會員先至報名嘅。活動咧會係先到先得啦，咁報名日期咧就由下個禮拜1 7月6號開始嘅嚇。咁今次咧嘅湯水就會係墨魚靚湯。好，第21個活動係越為食越開心之紅豆糯米餅，係7月28號禮拜2上晝11點3去到12點9嘅，咁就會一齊愉快咁製作美食啦，食得好心情就好啦，係啦，咁啊識下朋友，食得有型啦。第22個活動係月目上心之啟德啊嚇，就會喺7月29號禮拜3上晝8點9去到1點，咁就個活動咧幫助大家減壓放鬆啦，擴闊翻社交圈子。但係咧要留意翻啦，呢個活動咧係需要喺土瓜灣嘅港鐵站集合，而咧亦都會喺啟德嘅港鐵站解散嘅，所以佢係冇旅遊巴，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好，第23個活動係雨花傾訴啊嚇，咁啊黃姑娘咧會個別咧自薦同大家約時間，咁每次嘅時間大概係9個字至1個鐘左右啦，咁就會同阿黃姑娘1對1傾訴心中情，放心，一切傾談嘅內容咧都係保密嘅。好，再嚟啦！呢一個7月份嘅運動器械使用教學班咧，又再有啦。咁就會喺7月7號嘅禮拜2下晝2點半去到3點半，費用係40蚊嘅。咁喺完成咗課堂之後咧，先至可以咧使用中心裡面嘅一啲健身器材設備。如果有興趣參加嘅朋友仔，歡迎隨時咧已經可以去櫃台啦，或者直接聯絡阿李生咧報名登記㗎啦。好，再嚟講下啲班組活動啊，咁啊集體綜合舞啦，同埋排舞就喺禮拜2嘅10點9同埋11點9，係啦，禮拜3就有粵曲班9點半，禮拜3嘅2點3就會有中文書法班啦，而消化餅咧就會喺禮拜5嘅11點有嘅。如果有興趣參加班組嘅話咧，歡迎向阿偉 Sir 咧去查詢翻啦，排翻個隊啦。係啦，咁以下嘅一啲會員活動咧，唔需要報名，歡迎即場參加嘅。
包括咗每日嘅上晝8:9去到9:3會有體適能嘅運動組啦。7月30號禮拜4嘅上晝9:半去到11點，咁就會有冰壺遊玩樂，咁就透過一啲冰壺運動啦，幫助大家提升自己嘅專注力啦，同埋領導一啲團隊嘅合作嘅。如果大家嘅手機有啲咩疑難雜症咁記得 mark 低呢個日期啦。7月7號同埋7月14號嘅禮拜2，上晝9:半去到11:30，咁會有我哋嘅義工啦去解答翻一啲智能手機嘅基本用法啦。若果你有一啲特殊嘅應用程式唔識用，或者遇到啲咩疑難雜症咯，歡迎大家喺翻上述講嘅日期時間過翻嚟揾我哋嘅義工朋友解難啦。好，跟住係金齡變身吧，就喺7月8號同埋22號嘅禮拜3，時間係下晝3:30去到5點嘅。咁就由我哋嘅義工朋友協助之下啦，飲住花茶吹下水，由內至外扮靚靚。7月8號嘅主題除咗美甲之外亦都會有一個清涼鎮靜嘅青瓜蘆薈手膜。而7月22號嘅主題除咗美甲亦都會有個咖啡渣蛋白去角質手膜嘅。好，再嚟啦，係獎評月會就會喺7月9號禮拜4上晝9:30去到11點，咁就會跟進翻我哋順利街市嘅狀況啦，同埋社區嘅議題，探索一啲改善嘅建議同埋社區藥房嘅議題嘅。如果對獎評月會有任何嘅疑問，歡迎向我哋嘅中心主任翁生作出查詢嘅。好，再嚟啦，就係7月31號禮拜5嘅8:9去到1點鐘，咁就有一個獎評嘅季會，咁會一齊坐巴士去長沙灣嘅元洲村，了解一下最新嘅社區藥房發展啦，同埋一啲未來倡議工作嘅。同樣，如果對獎評季會有興趣，歡迎向中心主任翁生作出查詢。好，咁呢個就係橡筋帶訓練班啦，就7月2號、9號、16號、23號、30號嘅禮拜4，下晝3:30至4:30嘅。咁輕鬆星期4就會喺7月16號、23號嘅禮拜4，下晝2:3去到3:30。咁週5就會有一個歌詠班啦，就喺7月3號、10號、17、24、31嘅星期5，上晝9:30到10:30舉行嘅。7月3號、10號、17、24、31號嘅禮拜5，下晝2:3去到3:30會有輕鬆椅子王舞。係啦，同樣喺頭先所講嘅7月嘅禮拜5啦，下晝3:30去到4:30會有呢個拉筋伸展運動嘅。好，咁7月11號嘅禮拜6，上晝9:30去到10:30就會有呢個 Switch 運動會啦。透過 Switch 俾大家可以了解下點樣用 Switch 呢樣嘢嚟消磨下時間，玩下遊戲啦。而卡拉 OK 會喺7月4號、11號、18號、25號嘅禮拜6，下晝2:3去到5:00嘅。而遊戲角落亦都會喺4號、11號、18號、25號嘅禮拜6，上晝9:30去到12點。或者呢一個2:3去到5點都係會有遊戲角落嘅。好，7月15號禮拜3嘅下晝2:3去到3:30會有活動諮詢會。好，再嚟係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支援服務啦。咁荔園會喺7月7號、14號、21號嘅禮拜2，下晝2:3至3:3舉行嘅會。係啦，跟住24活動就喺個桌遊樂滿分啦，就會喺7月14號嘅禮拜2，上晝10點去到11點嘅，一齊玩住各款有趣嘅桌遊啦，動腦又動手，笑住咁過一個愉快嘅時光。而第25個活動係歷史輕鬆遊，就會喺7月17號嘅禮拜5，下晝1點至5點，費用就會係15蚊一位啦。咁會由中心我哋坐旅遊巴去尖沙咀嘅歷史博物館參觀長安萬象嘅展館嘅。留意翻呢個活動有照顧者同行嘅話係會優先嘅。好。第26個活動係認知障礙症生活之道講座啦，咁個日期會係7月21號禮拜2，朝頭早嘅10點去到11點嘅。活動會介紹翻認識認知障礙症啦，淺談現實導向，同埋講下點樣改善家居生活嘅安排，亦都會有一啲問答環節嘅。好，咁接住落嚟就係一啲護老者嘅活動啦。
第27出生入死小組會喺7月10號、17號、24號嘅禮拜五同埋29號嘅禮拜日，時間會係10點半去到11點半嘅，會一齊回顧人生啦，討論下一啲抉擇啦，減少人生嘅遺憾，表達翻自己嘅心意。咁就會同我哋嘅護老者一齊咧去探索下一啲生同死嘅議題。咁呢個活動咧就係同無忘愛嘅機構咧合作舉辦嘅。第28係港交所嘅布袋球體驗班，就喺7月10號禮拜五下晝3點至4點半，咁就等我哋嘅護老者咧可以體驗下玩呢個布袋球，認識下一啲新興運動啦。而活動嘅場所咧係喺文萊餐廳隔離嘅靈動天地啊嚇！大家得閒咧行過嘅時候都可以留意下呢個地方啦。第29係港交所香氣隨身舒壓工作坊，喺7月11號嘅禮拜六上晝10點去到12點嘅，咁就會透過自然擴香石嘅製作啦，加翻一啲舒壓嘅精油，等我哋嘅護老者咧可以暫時放下一個照顧嘅重擔。第30個活動咧係手縫護老包，就喺7月15號嘅禮拜三下晝3點至4點，活動收費係20蚊，咁就會一齊咧傾下偈，製作一個咧用手縫製嘅小布袋啦，等我哋嘅護老者咧可以更加容易整理翻日常嘅小禮物嘅。第31個活動係港交所嘅腳尖上的童年超級演繹，咁就會係喺7月17號嘅禮拜五朝頭早11點至12點，或者下晝3點至4點半，咁咧就會同我哋嘅護老者一齊啦，重拾一下踢毽嘅回憶啦。咁咧留意翻活動地點係喺文萊餐廳隔離嘅靈動天地嘅。好，第32個活動係港交所嘅角落休息站，就喺呢個順利德星酒家嘅，咁就喺7月22號禮拜三下晝2點至4點鐘，咁咧就為我哋嘅護老者去提供一個喘息嘅空間啦，等我哋嘅被照顧長者咧可以喺餐廳裏面進行2個鐘嘅暫託嘅。咁暫託嘅時間咧，會由我哋嘅義工朋友陪同享用一個茶餐同埋玩呢個桌上遊戲，而過程裡面咧，護老者就可以自己喘息下啦，就唔需要再陪同家長者嘅。好，第33個活動係港交所嘅健球體驗日，就喺7月23號嘅禮拜四上晝9點3去到11點嘅，咁就等我哋嘅護老者啦，可以體驗下呢個健球新興運動，釋放下壓力嘅同時咧，亦都透過組隊同我哋嘅同路人咧建立默契。咁個活動地點咧就會喺順利社區中心嘅禮堂嘅。第34個活動係講精神健康暨消化系統與飲食健康講座，就喺7月23號禮拜四上晝10點去到11點嘅。咁護老者咧都需要關注自己嘅身心健康啦，咁就以講座咧去簡介翻一啲精神健康同埋消化系統等等嘅飲食資訊。咁呢個活動咧係同樂齡同行嘅計劃合作嘅。第35個活動係愛動時刻芬蘭木處，就喺7月25號嘅禮拜六上晝11點半去到12點半嘅，咁就由我哋嘅義工朋友帶領大家咧進行翻一個芬蘭木處嘅投擲運動啦，等我哋嘅護老者同埋長者可以一齊簡易做運動，互相合作同埋鼓勵嘅。咁呢個活動咧就鼓勵翻兩位，即係我哋嘅護老者同埋長者本人咧一齊參與，咁咧呢個組別咧係會優先抽籤嘅。好，第36啦，係放輕鬆 Zoom 認識護老者資源，就喺7月30號嘅禮拜四上晝10點半去到11點半嘅。咁活動咧就會以茶聚嘅形式啦，等我哋嘅護老者可以聚一聚，放低壓力同埋煩惱，互相分享下一啲生活嘅小智慧嘅。而今次嘅主題咧就會係認識一啲護老者嘅資源。第37係港交所嘅角落休息站，咁個地點咧會喺利群呢間餐廳嘅，咁日期就係7月30號嘅禮拜四下晝3點去到5點，咁就為我哋嘅護老者提供喘息空間嘅。好，第38係港交所嘅米蘭牌初體驗，就喺7月31號嘅禮拜五，有2個時間段嘅，包括咗係上晝11點去到12點半，又或者下晝嘅3點去到4點半嘅。等我哋嘅護老者咧可以學習下點樣玩米蘭牌，多啲交流，多啲訓練。咁個地點咧一樣，咁文萊餐廳隔離嘅靈動天地嘅。
好，再嚟啦，係一啲義工活動啦嚇。咁呢個7月6號嘅禮拜一上晝10點去到11點啦，會有個順利街站推廣日啦，就會由我哋嘅義工朋友幫手去推廣一啲中心嘅活動同服務嘅。第39係探訪義工呢一個消防處麒麟家訪計劃。一人有3個日期，7月6號、7號、8號，下晝2點3去到3點半嘅。咁主要嘅內容啦，就會係由義工朋友陪伴消防員上門探訪獨居或者雙老嘅長者，咁就送贈翻呢個防火3寶啦，提高翻長者嘅防火安全意識嘅。咁大家咧喺個點名紙上面咧，去選擇翻你覺得可以出席到嘅日期就可以啦。好，第40啦，係一個深鄉導航照顧者同路人義工培訓訓練日，係會喺7月8號嘅禮拜3，服務日喺7月11號禮拜6嘅10點鐘去到12點鐘。另外咧喺7月15號嘅禮拜3，朝頭早10點去到11點咧係會有茶聚嘅。咁活動嘅內容啦，會培訓翻我哋嘅義工去教翻你點樣去製作礦香石啦，咁為我哋嘅護老者咧可以提供一啲喘息嘅機會，係啦，咁就將自己嘅一啲經歷啦，可以轉化為支持同路人嘅力量，咁就留意翻活動咧，一定要出席第1同第2節嘅。咁義工咧亦都係需要有護老者嘅經驗，可以以前係護老者，又或者而家係護老者都得嘅。好，第41個活動係花海小夜燈小導師，就會喺7月13號嘅禮拜一，時間係2點半去到5點半嘅。咁由我哋嘅義工去學習下呢一個燈串嘅技巧啦，活學活用。喺學習完之後咧，就會以1對2嘅形式教授翻中心會員咧點樣可以整到呢個獨一無二嘅花海小夜燈啦。好，第42個活動係蝶古巴特麻布袋小導師，訓練日係7月27號嘅禮拜一，朝頭早10點去到11點半，服務日咧會係8月3號嘅禮拜一，上晝10點去到11點半嘅。咁就由我哋嘅義工啦去學習一啲蝶古巴特嘅拼接技巧，活學活用啦。咁咧亦都會教大家一個點樣製作一個獨一無二嘅麻布袋啦。而呢個活動咧係會由賽馬會眾心行善50家義工推廣計劃資助嘅。所以咧，從來都未參加過呢個50家計劃嘅會員咧，係會優先可以參加嘅。好，咁差唔多最後啦，提提大家，下個月7月嘅例會時間，7月嘅例會係會喺7月28號嘅星期二，留意翻朝頭早9點半去到10點半咧，今次係會落翻去順利社區中心嘅禮堂，係啦。朝頭早嗰場係會落翻去禮堂，下晝嗰場2點半至3點半，喺翻而家大家身處呢個房間，咁就順序而生啦，同埋會喺 YouTube 嘅頻道咧播出嘅。留意下啦，聽日咩日子啊？聽日7一回歸，中心開唔開啊？唔開啦，咁所以咧，大家聽日咧就記得唔好嚟摸門釘咯喎嚇，咁啊聽日7一回歸咧，大家可以出下去啦，因為我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又話啲博物館免費啊，係啦，又話搭電車免費啊，有興趣咧都可以去玩下啦。咁今日嘅例會時間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咁就下個月再見啦，拜拜。